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热点话题，又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山东青岛电视台叫《法治青岛》节目，青岛市李沧区法院立案庭庭长韩继生讲了一个案例，作为一个案例，作为一个普法节目，在《法治青岛》那个节目中播出。它是什么一个案例？讲的是市民刘某和王某这两个人在人行道上后同向往前走，这个刘某走在前面边走边打电话，突然没有任何征兆的原地转身往回走，撞上了同向而行这个王某。这个转身的这个刘某当场摔倒，右大腿的颈骨骨折，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刘某就起诉索赔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共计18万8千多元。王某和刘某就发生了纠纷，双方协商不成，就起诉到了法院。这个法官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发现刘某转身时前方没发生突发情况，属于突然变向，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而这个后面的王某因为没有和前面的人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负有次要责任。后经法官多次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王某赔偿刘某人民币7万元。大家看视频。两个路人走路时撞在了一起，结果一人骨折，责任该如何划分？谁应该为事件负主要责任呢？走进今天的普法课堂，我们一起来学法。在一起案件中，刘某和王某在人行道上一前一后同向而行，刘某在前边边走边接电话，期间突然转身往回走，与迎面而来的王某撞在了一起，刘某当场倒地。后经检查，刘某右股颈创伤性骨折，二人就赔偿金无法达成一致，诉至法院。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刘某的伤情进行了鉴定，结果为10级伤残。刘某请求法院判令王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8万8千多元。本案中，刘某认为自己是因王某碰撞而造成的骨折，王某应当赔偿。王某认为，如果不是刘某突然掉头，两人不会撞上，所以刘某应当承担大部分赔偿责任。法官调取了当天小区门口的监控记录，经分析认为，刘某虽然受伤，但是在前方无突发情况的状态下，突然转身往回走，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的过错，而王某存在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过错，系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后经法官多次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王某赔偿刘某人民币7万元，案件圆满化解。在此法官提醒大家，步行时注意力也要集中，谨记交通安全规则，警惕交通危险行为，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及周围环境，守护自己及他人的安全。这个本来是一个案例，拿这个出来讲，是想提醒人们恐怕走路要小心一点，对于后面的人你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对于前面的人你不要无故的突然变向或者是转身。但是这个案子在那个电视台一播出之后，一下炸锅了。我看这个今天热搜上面全是很多自媒体、很多律师都在谈论这个案子，也有很多人把这个案子跟很久以前南京彭宇案相提并论。还有网友说，试想一下，法官正常走着路，前面一人突然转身向后走，和法官撞上，然后他受伤了，最后法官要赔7万，法官会觉得合理吗？等等，就诸如此类的。我也看了一下这网上的评论基本上一边倒，都是在说这个案子判得不公，都为后面这个人就是王某叫屈。还有人说，南京的彭宇案让人认识到不能随便扶这个倒地的老人。那青岛的这个案子实际上进一步告诉人们，你离老年人远一点。我看基本上网上是一边倒的这种声音。如果说青岛这个案子很离奇，实际上还有更离奇的案子，就是更让网友受不了的，理解不了。那么这个就是辽宁鞍山曾经发生过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就是赵大妈和小张因为房产纠纷吵架，法院查明2023年10月25日9时
左右，在海城市某某某桥下桥东空地，因为房产纠纷，张某某与赵某某发生争吵。争吵过程中，大妈一怒之下主动的撞击小张，我都能想象，但是农村的或者是那些妇女吵架呀，拿脑袋就顶上来，这个小张就一闪躲开了。实际上这个大妈脑袋是撞上了这个小张的肩膀，有时候小张一躲开，这个大妈就倒地受伤。大妈当时就报警说小张动手打人。2023年11月28号，海城市公安局他们出警之后，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为什么？因为警方调查监控，发现大妈主张小张打人不成立，那当然就对小张不予行政处罚。但是这个大妈因为她倒地受伤，10月25日住院治疗16天，住院期间2级护理16天，花费医疗费7204元。出院后按照医嘱休息15天。既然小张打人这个不成立，那么这个大妈就把小张告到法院民事赔偿。结果2审就是1审，法院判小张承担30%的责任，也就是一共是7204块钱，这个小张要承担30%，就是3391元。这个小张不服上诉，2审法院维持原判。法院认为小张和大妈在肩膀部位发生轻微接触后，为了躲闪而后退。作为一个年轻小伙，说应该能预见到后退行为可能会导致年过60旬的赵大妈受伤，所以要承担赔偿责任。你看这个辽宁海城的案子和青岛李沧的案子又不一样。青岛这个案子是前面大妈突然转头，后面撞上，这里面都没有主观故意。那个辽宁海城的案子是大妈故意要撞这个小张，而小张很机灵，对吧？一闪，大妈撞个空，结果自己受伤。相同的是，他们都承担30%的责任。这两个案子也很有意思，给人感觉辽宁海城这个案子小张是更冤的，明明别人撞他，他一闪，结果你还闪出了30%的责任，赔3000多块钱。我来说一说这个案子。咱们虽然不是律师我发现网上情绪化非常严重，网上二极管的比较多，非常极端，一边倒的都是提这个承担30%民事责任的教区。但是我觉得咱们应该理性分析，不要被别人带节奏。有很多自媒体还有很多网友，他纯粹是因为怎么说流量多，他们就怎么说，他是一种迎合粉丝的口味。包括很多律师，我们先说一说青岛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炒作的必要。青岛这个案子他能上电视，确实他就是个典型。我觉得他这个案子办得非常漂亮，因为他是调解结案的，他不是法院判决。什么叫调解调解是双方都认可。有很多人忽略了这个事实。青岛这个案子里面，刘大妈突然转身撞上了后面的王某，或者两个人相撞，这两个人还协商赔偿金额，只是达不成一致，刘大妈告到法院去了。法院是调解结的案，这真正的做到了叫按揭事了。现在教区的反而是关注，当事人已经没问题了，觉得可以了，王某他也没有什么上诉再起诉，他教区都没有，调解结案了，掏了7万块。所以我觉得作为专业人士律师，如果在这里面还要再曲解，在这里拱火浇油，这个是不对的。他不是法院判决，这反而说明青岛这法院的法官应该是还善于做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案子本身，因为咱们也看不到视频，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王某在后，这刘某打着电话，突然一转身，记住了，他突然一转身，那怎么王某就撞上了？法院说王某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我觉得说的非常对。虽然说安全距离行人之间好像没有这说法，一般安全距离指的是机动车，交规里面有，道路什么交通法里面有安全距离，行人之间没有安全距离这一说。但是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在小区门口没有人非常少，路上它不是像景区摩肩接踵的人挤人，或者人流量非常大。这小区门口没有人，你说刘某在前面走，王某在后面，什么情况下会刘某一转身，王某就撞上了呢？这个我认为我是理解不了的。如果你是王某，你要走路，你会这么不小心吗？就跟着一个人后面，你想他一转身你就撞上了，那你是跟着那个老太太后面干啥？又不是一个美女，你说贴得好紧，跟着后面，路那么宽，所以我觉得跟在后面王某要负一定责任，这是应该的。因为你去想象一下，有很多人就开始举例子了，那这样以后好多人去碰瓷，在景区里面人那么多，你碰我一下我就倒下，我觉得这纯粹属于叫什么鸡蛋里挑骨头，这个情况不一样。你想象一下，小区门口没人，王某为什么跟刘某挨得那么近？人家一转身就撞上了，至少说明一，王某跟刘某距离非常近；第二个，还得说明这个王某的速度还特别快。如果你是龟速前进，那他就是转身
人你撞上也不知受到伤害，而且撞不上。所以我就在想，这个王某为什么跟着刘某后面，距离很近，而且速度还很快。刘某突然一转身，他就撞上了。我只能说，这两个人恐怕都在走路的时候都是想别的事，都在走神。一个在打电话，在不知道聊着啥，突然想起家里那个锅里还在熬着粥，要么熬着鸡汤，忘了关火。一个在想着恐怕上班要迟到了，对吧？这一迟到要罚200块，想着怎么应对这个老板斥责，没有照顾到周围的这个环境，只顾低头完全猛走。我们为什么网上好多人替这个后面的王某叫屈呢？实际上大家都把自己带入了这个王某这个境地，因为我们人人都是王某，所以觉得自己冤。那辽宁海城这个案子，小张和赵大妈，小张冤不冤？我也觉得小张不冤，他这案子判的没毛病。表面上看他挺冤的，你说赵大妈自己无理取闹，首先攻击这个小张，在赵大妈撞到他肩膀的时候猛地一让，这个赵大妈摔倒受伤，可以说是讹了他。我为什么说小张不冤？法院认为小张作为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这个赵大妈是60多岁了，人家撞你的时候，你能预见到你这一闪他就要摔倒，也就是这个后果你知道，然后你任由这个后果发生，那就是你的责任，所以你要承担一部分，对吧？30%的赔偿责任。赵大妈诉讼请求不光是受伤，他后面还有什么误工费一大堆的，法院没有支持，法院只支持了他的医疗费，医疗费的30%小张承担。那为什么大家都为小张抱不平呢？这个可是法院判决，因为是法院判决，所以说更显得小张冤。青岛的案子因为是调解，王某你自己也认了，没有什么冤屈。辽宁这个案子实际上就告诉我们，以后遇到这种人，你离他真的要远一点，烂人烂事。这个赵大妈撞上小张受伤，小张要承担责任；没有撞上小张，撞个空倒地受伤，小张要负30%责任。也就是赵大妈只要发起攻击，无论撞没撞上小张，只要发起攻击，然后他受伤了，你小张都要承担30%责任。那就这么个结局啊。但表面上看是这样，实际上不是的，因为这个法官判决的时候，他要根据具体情况。实际上事实上是赵大妈脑袋顶在这个小张，已经撞上小张身上，小张这个时候猛地一撤，赵大妈倒地。如果赵大妈攻击小张的过程中就没碰着小张，他自己就倒地，这个恐怕小张不用负责任。也就是双方零接触，没有任何接触。小张功夫再高一点，闪得再快一点，赵大妈扑个空没撞着，那这个案子另当别论。这个案子是赵大妈撞到了小张身上，小张一撤，然后法院就认为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应该知道，你这一撤，人家脑袋顶在你身上，你这一撤，人家就要摔地上，所以你要承担责任。所以我倒是觉得小张稍微比青岛的稍微冤一点，但是他还是有责任。所以这个就告诫我们，离烂事要远一点。你跟人吵架也得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如果你跟人吵架，你把人家气出个好歹出来，你在那语言攻击人家倒地，你一样的要负民事责任，一样的要赔钱。所以说，当你强势的时候，要么你身强力壮，要么你是怎么取得优势地位，你在跟这种人纠纷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输了，你多少都要负责任，民事责任。在我看来，像这些案子啊，尤其是民事纠纷这一块，你很难把它说清楚谁对谁错，所以还得叫具体分析。那作为吃瓜群众，你不仅要带入我们认为冤屈的一方，实际上我们还要带入这个受伤害的一方，你也得从他的角度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就发现你就能接受他这种判决。你要两边带入，我们绝大部分人天然的就把自己带入了后面的那个小王，或者是那个动作敏捷的小张，所以我们一边倒的就是为这个小张为小王叫屈，为他们感同身受。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反而是前面的那个刘大妈，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生活中我们实际上我们是赵大妈，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刘大妈，但是我们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我们成为赵大妈和刘大妈的概率更高。你从刘大妈角度出发，你好好的走着路打着电话，你只是转了个身你就倒地了，你不冤吗？关键倒地还受伤。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路上正常行走，突然转身就有危险，他是人行道，那你说你这个行人的安全谁来保障？你要从刘大妈角度去考虑，你在人行道上走，你正常行走你就不能转弯是吗？不能回头，回头受伤你负全责。所以说这个法官他要调解，像这些事情他没有办法用法律条文一条条的给你规定出来，你人出门之后你必须要什么样的行为规范，人跟人之间要怎么样保持10米距离，得什么样的速度，他没办法像机动车那么规定。这玩意儿本来是靠人自我调节的，但是就这么巧碰上了，调节不了。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路上走，
树枝掉下来砸着你受伤，应该找谁？过去没人管，现在是你要找园林部门，他得给你赔钱。如果你走路你被绊倒了，那也得分析绊到你的这个东西合理不合理。如果设计不合理，路政部门要给你赔钱。你要想象一下，你虽然比刘大妈壮，比她年轻，但是你在前面走，泰森在你后面，或者是奥尼尔在你后面，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在往前走，你就是转了个身飞出去了，你说你冤不冤？这个青岛的案子，辽宁的案子，这个人都是负次要责任，都是30%责任。这个本质上也说明民事赔偿部分，法院本着这个和稀泥的精神，不赔是不行的，赔多了也不合适。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一种平衡。青岛这个案子，王某他已经自认倒霉，他没有上诉，也没有什么二审，这个法院一调解他就认了，掏了7万，恐怕他也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责任。这个辽宁的案子，这个小张就觉得冤，明明是别人打我，我还承担30%，实际上不冤。我刚才说了，你应该离这个烂人烂事要远一点。法院没有主张赵大妈的什么误工费，什么其他的费就不错了，他只是认定了他这个叫医药费。我刚才说了，这个是赵大妈主动攻击小张，如果赵大妈不攻击小张，如果小张他会吵，赵大妈倒地高血压心脏病犯了，什么病犯了，你小张都逃不了干系。青岛的案子还是要告诫我们注意距离和速度，也就是说你要注意自己的周围环境。辽宁的案子实际上告诉我们，注意你在跟谁发生争执，如果你有优势，实际上你恐怕已经惹上麻烦了，祸事已经上身了。网上有很多教你怎么处理怎么应对的这种冲突的这种教程或者是经验，实际上我告诉大家那些都没用，你所有的经验都顶不过法院的一句叫本院认为。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最好的办法要么赶快报警，要么就是远离。当然了，最后咱们也不得不说，这样的案子这样的结局只会让大家越来越小心，社会风气肯定会有一些影响。远离是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老人倒地，小孩遇到困难，大家都只是旁观远离，熟视无睹，这个肯定会的。但是我觉得这只是暂时现象，这个社会文明只要它越来越文明啊，越来越往前发展，这些都会被克服。也就是每个人他会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我们现在人人不知道，没有边界感，我们现在习惯走极端，不是这个就是非此即彼而即管。但是这个现象会慢慢的得到缓解，对吧？我们既要看到比如彭宇案判决以后导致很多老太太出事没人管，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大量的好人好事，大量的人该出手时就出手。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